是非有公理，實現莫冒犯別人。遇上冷風雨又太認真，自信滿心裏，又會諷刺與質問，笑罵由人，灑脱地做人。今日9月30號 ，Welcome back to my foodlog channel。你好，我係 Edmond 昌少，大家好嘛 ？OK， 今日翻到嚟馬路呢，除咗食板麵，一陣介紹一間喺馬路呢好耐嘅燒麵包俾大家啦。花姑咧？花姑個腳整到咗，唔舒服。哦，好耐冇見佢啊！好耐冇咩啊？幫我問下佢啊！好啊！幫我問下係啦，細嘅嗰個俾我細嘅搣嘅豬水。nanti ya tengok。其實依間都唔知點樣介紹啦，因為都係不斷都有時都有提到一間蓮花記嘅板麵啊，差唔多平均一個月都會翻嚟一擺。呢度我會係食煮水嘅搣嘅比較厚啲噶啦，哇！百食不厭咁有人覺得佢嘅湯水會太鹹啲、濃啲，但對我嚟講係真係啱啱好。點解咧？因為我大把拍 vlog， 大部 vlog 就係依間開始嘅，好似都唔識拍嘅。OK 啦，呢個唔使點樣講，我陣去食煎麵包。咩？係似你嘛？似你嘅先，似你啊嘛！嚟走啊！拜拜拜拜拜拜啊！身體健康啊 ！OK， 大家一樣。誒，幫我問候啊，花姑。有心有。同你講 ，OK， 拜拜。喂，其實咧喺嗰個蓮花記前排咧，即係 BSN 個銀行對面係一檔咧係肉乾麵包啊，大概都接近咗30年噶啦。咁喺一帶嘅朋友都知道呢間肉乾麵包。其實肉乾麵包咧，我咁樣講法啦，鋪都其實只有Uncle Wilson 啦，係咪？但係喺暗邦都有一間肉乾麵包檔嘅，沙拉屈都係沙拉手都係有嘅。咁呢度都係幾檔啦，係咪？我稱為4大天王啦，食下肉乾麵包。今日買肉乾麵包先 ，Let's go。Uncle肉乾麵包，我要2個雞蛋嘅，係。咁咧肉乾麵包咧就喺BSN 銀行對面檔口啫，係10點到6點，星期日係休息啦嚇，大家都可以試下個肉乾麵包，呢個真係回憶。OK，繼續翻住昌少 vlog，陣間我未食，拜拜。